你好忙碌，但你快樂嗎？唔好再俾忙碌掏空你嘅人生啦，要喺你嘅生活裏面留一啲時間，咁你先至會發現幸福㗎。今日係時候重新思考你嘅人生時間啦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凌風 Windy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喺現今社會，生活壓力好大，相信心靈成長嘅知識對每一個人嚟講都非常之重要。我希望透過我嘅分享，等多啲人可以活得開開心心，擁有大家豐盛、富足、精彩嘅人生。喺呢個時候，請俾個 like 同埋免費訂閱我個頻道啊！多謝。而家呢個社會，忙碌就係你哋嘅生活常態，人人都各有各忙，俾忙碌偷走晒你哋嘅幸福啊！好多人俾忙碌掏空晒人生，越忙碌就越唔快樂。所謂人靜極則智慧生啊！喺任何嘅時候遇到難題，都請你先深呼吸，平靜落嚟，俾心情平復一下，細心分析呢件事。再對症下藥去處理，切忌方寸大亂，六神無主啊！如果做乜嘢都貪快，一心急就會亂，一亂就會變得複雜，好容易就會做錯事㗎喇。成日都聽到有人講匆忙則亂，即係忙就會亂。你安排咁多嘢俾自己做，又想快啲去完成，一貪快就會亂七八糟㗎喇。因為急躁嘅人好容易會出錯，將簡單嘅事複雜化，就好似有一個學生去做練習題，為咗貪快，諗住俾人做多幾題練習題，成績就會好啲。佢寫字快到啲字好似打風咁，但係出嚟嘅成績就未如理想啦。後嚟當佢冷靜做練習題嘅時候，慢慢一筆一筆寫靚啲字。雖然練習題做少咗，但係成績竟然進步咗好多啊！就係因為佢諗住好快寫啲字嘅時候，都冇用心寫，所以寫咗咁多字都係冇入腦咯。之後佢慢慢用心寫啲字嘅時候，就俾個腦慢慢吸收，咁當然成績一定會進步啦。天下之事以急躁自敗，有好多人都有同樣嘅經歷㗎。如果我哋好急去做一件事嘅時候，往往都會因為自己急躁而失敗㗎。心隨境亂，則萬事皆亂；但境亂心安，則一切皆安啊！所有行動上嘅慌亂，都係因為來自我哋自己內心慌亂。做事一定要從容不迫，咁先至係上上之策啊！我睇過畫家畢加索嘅故事，印象猶深。佢用咗好幾個月時間，每日都喺百忙之中抽時間畫同一幅畫。背景就係露台嘅鐵欄，畫中間就係一張台，台上面放咗一支葡萄酒同埋一支吉他。當時佢嘅好朋友終於忍唔住好奇咁問佢：你每日都喺度畫緊呢幾件唔喐嘅嘢，你悶唔悶㗎？咁畢加索就回答啦：梗係唔會悶啦，因為每日都有新嘅光線照射住佢哋，佢哋每一個鐘都有唔同嘅變化。我睇到嘅係唔同嘅酒、唔同嘅台同埋唔同嘅世界。好明顯，畢加索唔單止喺度畫畫，佢仲喺度修煉自己嘅定力。佢好專注咁樣捕捉每一個嘅當下，佢將佢嘅作品推到去極致啊！晚清名臣曾國藩先生講過：讀書時則讀書，心無着於見客也；見客時則見客，心無着於讀書也。人有好多時都會貪多求快，殊不知越係身處亂局之中，越係三心兩意，往往都會搞到滿盤皆落索㗎。請大家食飯嘅時候要一啖一啖咁食，行路嘅時候要一步一步咁行，遇到所有嘅事都要化繁為簡啊！仲要專注當下嘅每一步，將你眼前嘅事逐一順序去解決，咁你嘅未來先至活得豁然開朗㗎。為忙碌而忙碌，係自己呃自己嘅假勤力，係冇價值嘅付出啊！
做任何事都需要有少少嘅突破，冇突破冇進步就即係等於冇做到。真正嘅忙碌係要有價值，要主動選擇一啲有利於自己成長嘅忙碌過程啊！當然，真正令到你變好嘅過程係一定會有啲唔舒服噶啦，但係請你相信我啊！當呢個過程越艱難，咁你將來嘅成果就會越豐富噶啦。請你開始修改你嘅時間規劃，沉住冷靜，實事求是，仲要相信自己，咁你就會好容易神不知鬼不覺咁達到目標噶啦。專心先能成大事啊！當你集中全心嘅心力於一事一物嘅話，咁全個宇宙都會嚟幫你噶啦。能夠沉得住氣，亦係一種靈性修行，可以增加你嘅能量氣場噶。沉得住氣嘅時候，你會發現所有嘅經歷都會係你成長嘅印記啊！如果唔收心，心嘅容量就唔會擴大。心胸窄嘅人想成大事，就會費時又費力噶啦。孔子講過，要擔當大任，修養一定要沉靜。量度夠大就必成大事，自自然然你就會成為強者。請你多啲用心去分配好你嘅時間，唔好再俾忙碌去掏空你嘅人生啦。要俾自己慢落嚟，沉澱一下，你先至可以發現你嘅幸福㗎。到時候你就會心想事成，咁有輕鬆逍遙自在嘅人生㗎啦。希望你今日中意呢條影片，歡迎留言俾我啊！如果我今日呢條影片令你可以重新思考你自己人生嘅時間嘅話，請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出去啊！多謝。